AI 會唔會取代人類呢？短嘅答案係一定會，但係長嘅答案係乜嘢嘅人類？係唔係你呢？ HSBC 咧最近話會炒2萬個人，我身邊打工嘅全部都好驚，但係更加驚嘅係老闆，好似我咁，因為你會唔會識請 AI 員工？全部大公司都咁做，你識唔識請呢？咁所以今條片同大家講下，你會唔會俾人炒？你會唔會俾人取代？你點樣可以保住你嘅鐵飯碗？老闆做咩好呢？ Let's go！ 大家好，我係 Von Lam。除咗係補習老師之外，大家喺巴士同埋 IG 見過我呢。我最近當幫唔少嘅中小企老闆咧去安裝佢哋5個嘅 AI 員工，令到你瞓緊覺咧都可以有人幫你打工嘅。我都準備咗一份免費嘅攻略，教大家點樣安裝你5個嘅 AI 員工，可以喺下邊 YouTube 嘅部分咧免費 download 嘅。咁我哋講任何嘢之前咧，首先知道香港發生咩事。第一咧就係 HSBC 咧喺最近咧宣布嚟年咧會減2萬個人。其實呢一件事咧並唔係淨係影響 HSBC， 我自己覺得咧係一個 template 嚟嘅，因為咧香港係好受金融業界影響啦。如果你係老闆嘅話，你見到 HSBC 全部本地嘅大公司都請 AI 員工去裁員嘅時候咧，其實你做老闆你都會好謹慎，想知自己下一步可以點行嘅。咁其實咧喺2024年嘅時候咧 HKMA 咧即係我哋金管局咧已經講咗咧係會用一啲 Gen AI 嘅 sandbox， 係試下喺唔同嘅環境之下咧用 AI 做一啲咧我即係覺得都偏高風險嘅嘢，例如係 anti fraud 嘅嘢啦 ，customer experience 啦。嗱，想象下將來你去銀行咧，其實咧可能同你講嘢嘅全部都係 AI， 咁佢咧就慢慢開始試驗，去到今年咧重點喺2026年嘅3月咧 HKM 咧係要求唔同嘅銀行佢哋嘅 AI board 咧去交出佢哋嚟年嘅 AI strategy， 即係其實講到咧。用唔用 AI 咧，唔係時間嘅問題，係必然嘅問題，係一定要用噶啦。咁所以如果所有金融公司都開始用 AI 嘅時候咧，亦都開始裁員咧，啲中小型嘅老闆咧就開始驚啦，因為全部人都開始趕上呢個熱潮。咁你應該點做好咧？咁所以帶到落去咧，第一樣嘢就係有乜嘢嘅員工咧係比較容易俾人兜咗，或者可以俾 AI 去取代咧？要答到呢一條問題嘅時候咧，其實我首先要知道 AI 最擅長做啲乜嘢。如果人可以做一啲嘢 ，AI 係唔擅長做咧，其實你係不會被取代嘅。咁我下個部分都會講埋嘅。第一個部分咧，我覺得就係如果你要重複做一樣人哋話俾你知，你係唔需要思考嘅嘢，你可以跟住一個 plan 去做，而且唔需要過分思考嘅話咧，你係最容易俾人取代啦。咁大家平時咧返 office 咧做一啲 email 啦，好 standard 嘅 email，send 嚟 send 去都係講嗰幾樣嘢嘅。其實咧，任何 AI 咧，任何而家科技咧嘅 AI 嘅 model 咧，都係可以 copy 做到啦。不停要 process invoice 啦，不停要 process data 啦，呢一啲重複性而且好容易俾人跟到嘅嘢咧，就第一個俾人取代㗎啦。第二咧就係單向嘅技能。咩叫單向技能咧？例如你而家做銷售嘅，你同人講嘢，你銷售人將啲資料咧會整合咗，再做 PowerPoint slide， 跟住即做 coding 嘅。咁呢個就係多項技能 multi skills。但係如果你只係得單項技能，例如係咩咧 ？Translation。我咧有個舊學生咧，其實佢最近想幫我翻工啊，本身都係做 translation 嘅。translation 咧大部分咧都係中英啦、英中嘅。但係 AI 嘅來襲之後咧，其實咧好多 translator 咧，其實佢覺得更加難去揾到一份高收入嘅工作。咁最尾一種咧就係 customer service 啦。你覺得好齊啲 customer service 係可以俾人取代嘅咧？因為 customer service 做嘅好多時候咧，佢答嘅問題尤其是大公司咧係重複性嘅問題，幾多錢啦，幾時收貨啦，有啲咩問題點算啦？呢啲全部都係可以用 SOP 去解決嘅。咁所以咧，如果你係呢3項嘅工種咧，我想同你講，今時今日咧，你仲翻緊工咧，你應該好感恩，因為有一日咧，真係好大機會咧，你可以俾人取代。但係咧，亦都去到下一個問題咯。下一個問題就係有乜嘢工咧唔可以俾 AI 取代咧？我想俾大家諗一諗呢個問題先嘅。好，答案嚟咯，就係一啲有多項技能。我唔係想讚自己，但我攞自己做一個例子啦。因為咧，我自己平時咧係要識教補習啦，我要識教學啦。但除咗教學之後咧，要識做筆記啦，要識 deliver， 要識去設計一本好嘅筆記啦。但我最近咧亦都做埋 coding 嘅部分，因為 AI 真係幫咗好多，減輕咗好多平時要做嘅嘢。咁所以如果你係一個人，你有好多唔同項嘅技能，就算有一日 AI 取代咗你，你唔使再做 coding， 但你都可以做其他技能，銷售技能啦、教學嘅技能啦、吸收知識嘅技能啦，點樣去學英文去幫到啲學生呢一種技能咧，其實 AI 係未必可以即時做到嘅，尤其是大家用廣東話去教英文嘅話，咁所以咧呢啲技能如果係多項嘅話咧，係更加難俾 AI 去取代嘅。咁在座嘅你咧，如果你睇緊呢個 video，如果你本身係老細咧，你就一定會以為我係老細，我咩都要識啲嘅，咁所以我一定唔會俾人取代。但我覺得咧反而唔係真嘅，因為最近咧 McKinsey 出咗個報告就係點咧，越高層嘅老細咧用 AI 嘅時間同埋佢識用 AI 嘅能力咧，大概係10幾%，但係一般嘅員工咧幫你做嘢嘅員工咧係有70% 嘅人咧都係用緊 AI 嘅喎。呢個係代表啲乜嘢咧？就係其實你嘅員工已經好善用 AI。
你係老細咧，雖然你有權力啦，你有客啦，你有銷售嘅能力啦，可能你有領導嘅能力啦，但係你唔可以排除有一日，因為你完全脫咗節，你亦都未必可以知道你啲員工用啲咩最新嘅技能或者 AI tools 咧，佢哋都可以取代你。因為其實你有嘅嘢就係人脈啦，咁其實你嘅員工咧唔代表佢唔能夠做到嘅喎。加上而家 AI 咧，我哋 AI 員工其中一個咧就係 salesperson 同埋 marketer。員工係絕對可以有能力勝任到嘅，當佢有唔同嘅支援嘅話。咁所以作為老闆嘅你咧，你以為你技能好多，一定唔會俾人取代。我同你講，第一個俾人取代都可以係你。咁所以我自己嚟講咧，你見到我啦，雖然我做好多嘢啦，但係我永無止境咧係要繼續學習。因為如果你唔學咧最新嘅技能，你係可以俾人取代嘅。咁所以咧，去到我哋今日第4樣嘢，接住落嚟咧，另外一個非常之大嘅趨勢咧，就係好多老細嚟自中小型嘅老細咧，可以揾我啦或者其他人咧去幫你裝你嘅 AI 員工。喺我哋免費攻略咧，仲有一個自我嘅評分啦，仲可以同我 book 一個免費嘅 AI audit，睇下你最需要邊個 AI 員工嘅。我覺得咧，用唔同嘅 platform，例如用 Manus 啦，例如用 Nano Banana 啦，例如用 Gemini 啦，即用唔同嘅道具固然重要，但係有一個有生意判斷嘅能力啦，同埋有經驗嘅人咧去幫你裝你嘅 AI 員工係最重要嘅。裝完 AI 員工之後咧，其實好多中小型嘅老闆咧，將來嘅趨勢咧就係變咗1人公司，或者1至2個人公司，或者你有啲 part time 去幫你嘅。因為其實你一個人咧已經可以同時處理到有10個 AI 員工幫你啦，你可以處理到10幾人 team 工作量。咁好多咧打工仔人咧就會覺得好灰心，佢唔知哇咁點算咧？如果喺呢個情況之下，佢應該可以點樣去生存咧？但係呢一點咧，我覺得就係最癲，就係打工仔嘅你都可以勝任咗做老闆，因為打工仔嘅你或者而家本身返緊9至5嘅你，如果你識運用 AI 嘅話，你可以勝任咗做老闆，你都可以請你嘅 AI 員工。咁所以咧好多 report 話趨勢咧，將來咧個世界會變成點咧？就好多1人公司、1人公司、1人公司，因為大家其實都有你最 core 唔可以被取代嘅嘢，而嗰啲嘢咧加埋你嘅 AI 員工咧，就可以成為你嘅1人公司啦。咁所以呢個咧係我覺得好大嘅趨勢，我都覺得每一個人都應該要慢慢學習點樣去培養你嘅 AI 員工嘅。去到片嘅最尾嘅部分，亦都係最重要嘅部分咧。其實本身做老細嘅你或者打緊工嘅你，有啲咩可以即刻做咧，去令到自己唔會俾人取代咧？第一樣非常重要，就係你每一日做嘅，如果係有重複性嘅嘢，你應該首先將佢寫落嚟。我自己咧而家我嘅 CEO inbox 咧，因為我當自己咧係管理緊唔同嘅生意啦，我自己嘅 CEO inbox 咧係全部都係 AI 幫我準備㗎。我每日要做嘅所有嘢，如果我覺得有重複性，我唔想做咧，我會自動叫 AI 幫我完全篩走佢，或者完全排除咗佢，令我嘅 team 都可以幫我做咗佢嘅。咁第二樣嘢非常之重要，就係每日都要 keep 住學嘢。你有冇陣時成日都覺得我係一個理科人、文科人、數字人咧，我唔識做第二樣嘢㗎？你絕對唔可以咁諗，因為今日咧有新嘅 tools。如果我唔識 coding，我本身教英文，我最近都做埋 coding，因為咧用埋 AI 嘅 tools 係可以做 coding 嘅。你要逼自己咧去面對你嘅 discomfort zone， 令自己做多少少你從來都唔會掂嘅嘢。咁呢一步係非常之重要，呢一個係令你可以成為一個 multi-skill 嘅人，就唔會俾人取代啦。而第三最重要咧就係一個 open mind。好多人都覺得我唔係一個 tech 嘅人，我係一個銷售嘅人，我教英文㗎嘛，好似我咁，我從來都唔會掂呢啲嘢嘅。但係咧，你今日開始每日都要學習用一個 AI tool。我自己咧係好唔中意用 AI 咧去齋去玩，用 Nano Banana Gen 啲圖喺度笑啊，去就咁係娛樂。我中意用 AI 去做一個深度嘅工作嘅 tool，因為我覺得咧佢嘅技能咧係可以幫到我嘅。咁呢3樣嘢做埋嘅話啦，我就覺得最重要啦。咁呢一條片咧，如果幫到大家咧，希望大家可以 like 咗呢個 video，同埋 subscribe 呢個新嘅 channel 啦。我會之後咧同大家分析超多唔同 AI 嘅 platform 啦。我同大家推介2個得香港人必定要用嘅 AI platform，係可以一定改變到你命運、你嘅收入同埋你嘅影響力嘅。咁所以記住咧 subscribe 我 channel， 中意呢條片記住 like 咗呢個 video，subscribe 埋佢。下條片一定唔會錯過，下次同大家繼續分享下一個最強嘅必殺武器。下次講，拜。